根據我哋社會主流嘅禮教標準，不同嘅場合要用不同嘅詞語。有教養嘅人喺上等場合呢，唔會用嗰啲同男女性愛有關或者同動物排泄物有關嘅詞語。呢一個觀念呢，中外大致係不謀而合嘅。講英語啦，我哋睇電影聽到粗口不絕，多數都係所謂 four-letter words， 即係由4個字母串成嘅字。呢度有幾個例俾你參考 ：crap、piss、shit、bullshit。最後嗰個字咧係由2個 four-letter words 組成嘅。我提出呢啲例呢，唔係鼓勵你去學，而係想你有所警惕。但凡你想認識上述嗰啲咁嘅字咧，你查字典就發現側邊有個咁嘅符號，或者咧有個咁嘅字，一見到呢，你就一定有警惕，知道唔應該亂咁用啦。Taboo 係解禁忌 ，taboo language 等於 foul language 或者 offensive language， 即係我哋所謂粗口。呢啲字咧唔好貪得意、貪摩登用，最好根本上就係唔用。